洪泰所14个公准风哦，伫台东有4万外户失电，台电嘛对其他县市调人来斗相共抢修。伫市区的李溪山嘛发生小规模的水崩山，日倒的灾情嘛真吃力，县政府嘛要争取国军哦来斗相共救灾。 风太大来的大风威力会当讲扫过规个台东县，台东航空站400公尺的跑道围篱，规个风吹倒，航空站外的大树也风吹倒，有计1礼拜才会当完全复原，保证北东航线正常，也毋过离岛航线取消。 台东市区4月也拢是路树倒去，真侪台停伫树骹的汽车拢互大树地害。市区小莫病院甲台东马甲病院外口的大路，互倒去的树啊冻着，市公所透早派出清洁队来清理。那台东市区的莲溪山发生土石流冲到大路上，林保署、台东分署也派出人力清除。也毋过即摆风灾严重，灾后复原能力实在有限，官府当咧争取国军支援。 较清较早，较清未了，就好在是人拢平安。台东县政府今年我们第一个是让主要的道路畅通哈，尽快全力先把我们主要的道路畅通之后呢，我们也跟各乡镇公所针对废弃的家居物或泡水家居物，我们会跟各乡镇公所合作。 台东县4年无风台，海贵风台一来，全县的电力受损真严重，包有4万外户停电，台电为外县市调派电力来台东抢修，目前也有16000外户停电。宜兰、花莲还有屏东，也都赶来这个台东支援哈，大概有7个班，44个人。那我们希望呢，尽力的去抢修哈，希望能够在今天呢，能够大部分都能够恢复供电哈。 风台上早卡到绿地的绿岛乡，灾害上严重，几下民家民宿饭店拢受损，街路也有雨风吹走的汽机车，环岛公路也有放假落石。乡公所表示，至少要用1礼拜才会当复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